今次經歷主題尋回天家的生命。從未讀過聖經，看不出書名取自聖經的以賽亞書，也看不太懂作者想表達什麼，卻仍被書中內容深深吸引。它是位教會姊妹的生命見證，裏頭提到當她經歷戰爭的恐懼，甚至是死亡時，她只做一件事，呼求主耶穌的名。原來當上帝同在，生命的黑暗終將過去，一切將不再一樣。我的未來不用被環境決定，決定我的乃是上帝兒女的身份。接下來的日子，我又陸續收到3本聖經，對於這本翻譯成最多語言、全世界最多人看的書，書蟲如我，忍不住好奇起來。於是就在第4次收到聖經的時候，我打開了它，也就此經了上帝。一句一句的經文，取代過去的謊言，成為內心全新的信念。喜樂的心乃是良藥，愛既完全便把懼怕除去，恢復了我的心，也讓我在掙扎後決定受洗成為基督徒。剛受洗的我，連禱告都不會，但我深知自己的人生已不再被過去所綁架。從此刻起，我的原生家庭在天國，上帝的愛會親自改變一切。今年是我受洗的第10年，我的長短腳被醫治了，我的眩暈症好了，自殺的念頭離開了，已超過5年沒有發過高燒。我與上帝一起送畫，祝福了上百個國家與成千上萬的人，更找到最愛的工作，發揮了我的才華，實現了我的夢想。只要我們願意，每一個人都可以成為上帝的兒女。你比自己想象的更珍貴，上帝也比我們想象的更愛我們，渴望讓我們經歷他無條件的愛，獨一無二的寵愛，在他的保護引導裏，活出更美好的生命。